想唔想喺東京擁有一套又舒適又保值嘅獨立屋？整棟3層嘅獨棟設計，2、3樓專屬複式間隔，空間開放唔壓抑，全屋超高採光度，日頭全屋自然光，通透又溫馨。無論係日常居住定係影相拍片，都好吸引。戶型係超實用嘅3房1廳佈局，乾濕分離，居住乾淨舒適。最絕嘅係佢嘅位置，距離中央線武藏境站步行僅需3分鐘，10分鐘直到吉祥寺，20分鐘直到新宿，33分鐘到涉谷。而家日元低水，日元資產門檻低，近車站，資產價值高，海外資產配置首選。想置業東京嘅朋友，千祈唔好錯過啦！